咱请请阮师爷看啊，好啊，就不用干吃啊，干起来，安尼就下来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参表支持杯前道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安宁任由要慈悲。后面这边有2点报告，前面有帮各位准备点心，一般后1人1份，拿回家用。然后等一下闭班的时候，那个平安果1人1颗拿回家吃平安。那我们现在来闭班。新义陈元山聚合正堂合成单位109年度启会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义公在美红3鞠躬，感谢连任慈悲1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1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连任慈悲1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1鞠躬。那咱今做来上生分。
前到一鞠躬，蹲到一鞠躬。一起持降，向母鸡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教前人1鞠躬，持教副前人1鞠躬，持教顶门是1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持教前人1鞠躬，持教副前人1鞠躬，持教顶门是1鞠躬。他们